怎么了，露露？少爷让你去趟花园，他有什么事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少爷在花园等着你呢，要不你过去一趟？好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我这么强硬的让西城结婚是不是错了？可我不这么逼着他，他永远会混下去的。可事实证明，您做对了。少夫人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你看，就连少爷也和她越来越和谐了。是啊，现在就是希望他们能快点有个孩子，有了孩子，西城就懂事了。我呢，也能放心的把公司的事儿啊交给他手上了。您别着急，小少爷会有的。哎，您是不是要回房休息了？哎，请。何锦溪，你睡了吗？还没啊。聊会儿天吧。说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这么早结婚。还有，刚开始我对你没什么好感。真的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发现你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就像我奶奶说的一样，你是个好女孩，所以我不想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儿。但是毕竟我们结婚了，我们以后还要生活在一起，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从男女朋友开始做起吧，你说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晚安。晚安。妍希，你那工作啊真是好，时间悠闲吧，还能赚钱。我看你气色都好多了呢。没有，就是这份工作呢，休息的时间比较多。像这样既轻松又能赚钱的活，换成我啊，我也一定去。哎，
下次你们公司招人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去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干到哪天呢，说不定啊，哪天我就失业了。暂时的，我说呢。不过妍希，你得早点做打算哦。我心里有数。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人包了？去你才被人包了呢！我说着玩的嘛，我还不知道你。你要是想啊，早被人包了，还用得着现在啊？哦，不过看你现在的气色挺好的，是不是谈恋爱啦？哇，不是吧？你真谈恋爱啦？哎呦，没有，我那根本就不可能。不可能？什么不可能？他谁啊？哎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。别人的老公。妍希，你当人家小三啊？你小点声行不行？我没有当人家小三，只是说这个人对我特别的好，我有点害怕。我告诉你，再好的男人都不能要，他就是个渣男，都有老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千万要跟他保持距离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跟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还替他说声好话呢，你，那气死我了！你要是不跟他保持距离，我就跟你绝交。好了，薇薇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放心吧，我跟他真的什么都没有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